上面啦，都不斷推陳出新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就好榮幸可以第一個嘅隱形眼鏡廠商嚟到過學會嘅新會址，亦都好榮幸可以同大家舉辦今日嘅隱形眼鏡工作坊。而呢個嘅工作坊咧，最主要就係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全新設計、全新推出嘅 Clarity One Day 漸進抗嘅。好啦，大家都 share 下先，今日嘅議程大概係點樣咧？首先分咗兩 part 嘅，第一 part 會我啦，介紹一下到底 Clarity 有啲咩新嘅設計，轉咗啲乜嘢，大家可以留意下咧。第二 part 我就要邀請大家啦，因為咧早前都會 send 咗個 Google Form 俾大家填翻你哋嘅度數嘅，而且我哋都就住各位嘅度數準備咗 Clarity 嘅試鏡。第二 part 咧就要邀請大家親自戴上眼，互相做 fitting。去試下，去感受一下，到底全新設計嘅 Clarity 有啲咩分別啦。跟住試戴完啦，我哋就會做一個簡單嘅總結，然後就可以邀請大家行過不遠的對面街，一齊食個飯，共進晚餐。今日嘅流程大致上就係咁樣啦。好，咁第一 part 啦，首先我哋要講下點解我